就是随诸佛而这个修学。那么现在就是讲的第二个科判呢，就是随这个菩萨而这个修学之愿啊，就是让这个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随普贤菩萨这个修学而发愿，还有一个是随文殊菩萨修学而发愿。那么今天就是讲第一个颂词，一切如来有长者，彼名号曰普贤尊。我今会向诸善根，愿诸之心，悉彼动啊，悉同彼。就是说呢，就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那么就是跟随这个普贤菩萨，就是跟随普贤菩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切这个如来呢，就是有无数的这种菩萨，就是他们的这个佛子。但佛子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分次第的。我们这个一家人的孩子的话，那就是也有这个大的这个小的，就是也有这个长者。那么诸佛菩萨菩萨当中的话呢，就是普贤菩萨是按照有些这个上师的这个讲解的话呢，他的这个不管是年龄也好，就是学处也好，还有就是这个智慧也好，慈悲也好，各方面呢，就是他可以称得上这个诸佛的这种长者啊，就是长者。所以就是他呢，就是这个诸佛的这个长者。然后在十方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都这个传出普贤菩萨的这样的这个名号，不是一个两个人，我们极个别人就是光是汉地阿弥山附近的这个人呢，就是说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其他人不知道，不是这样的。在十方的这个插图当中呢，都是这个称赞，就是普贤，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从这个初善、中善、末善，就是一切这个全部都是这个显妙的原因呢，就讲这个普贤菩萨啊，就是那么我们呢，就随着这个普贤菩萨，就是所有的这个三根的话呢，就是回向。回向怎么样呢？愿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智慧原心呢，怎么样这个回向的话呢，我们也是怎么样回向。其实这个是下面也会说的。但是普贤菩萨呢，就是有不同的一种这个因缘。任何一个众生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愿呢？就是依靠他的愿力和依靠他的名号呢，可以这个完成啊。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呢，跟其他的回向文不相同。不相同的主要的原因，他在因地的时候发愿是什么呢？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念我的这个名号，并且呢，就是向这个发愿的话呢，我让这个就全主，就是我就成全，我呢就是让帮助，就是这种大愿呢，就是可以这个实现。好像在《楞严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这个普贤菩萨对这个佛陀就是说过，就是如果在这个恒河沙数以外的，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呢，如果有一个众生就是愿意就是行持这个菩萨这个心愿的话呢，那么就是我呢就是骑着这个路亚大象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到哪里去，就是开始对他进行这个摩顶。如果有三根的话呢，就是对他就是亲自见面；如果没有这种三根，就是实在是业障深厚的话呢，那么就是默默的，就是对他安慰啊，对他这个摩顶呢，对他就是进行加持呢，就是让他的所有的这些大愿呢，就是让这个实现。所以我们念普贤行愿品呢，跟那个其他的这种愿是完全不相同的，因为它有一个普贤菩萨的，就是比较特别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间话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个特殊的这种关系啊，就是依靠只要对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是我们这个结上这种善缘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发愿呢，就是很容易这个实现啊，就很。如果我们跟这种这个发愿，在发愿方面呢，我们求观音菩萨，求这个初盖藏菩萨，就是求其他的这个舍利子什么这个目犍连的话呢，就是没有那么这个殊胜快速啊，没有那么呢就是就你想什么就马上这个能这个实现的。所以我以前也翻译过那个还没有这个校对完，就是这八大菩萨传啊，就是八大菩萨传里面一看到那个普贤菩萨的这种发愿和普贤菩萨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很想这个发愿，就是发愿的时候一定要照那个普贤菩萨，就菩萨是最权威的、最专业的，就是应该在发愿方面呢，我们就是千万要照这个这个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就是为什么法王如意宝的就所有的这个发愿文的后面呢，就是都提及这个普贤行愿呐就无论是在哪个地方，他只要最重要的这些发愿文当中也是不仅仅是法王如意宝，以前的门峰仁波切、宗喀巴大师以及这个全智无辜光尊者，他们的很多的这种发愿文的后面呢，就是都要就是提到了这个普贤菩萨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去过这个这个阿弥山的话，那就是阿弥山的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叫万年寺，就是万年寺的这个普贤菩萨的话，那就是也
是特别就是灵的。在哪里就是发愿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所有的愿都会这个实现的，一定要愿这个弘法利生。然后再下来的话呢，就是报国寺，报国寺的后面就是有一个普贤宫，就是原来上师如意宝都是去过，就是这个普贤菩萨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加持力，就是所以呢也会就是很多修行人呢就是提供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方便和缘起的。以后呢就是希望你们如果一想起了这个普贤菩萨的时候呢，应该到2个地方。如果还有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呢，到这个阿弥山的山顶上，就是有个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像，在哪里就是发愿也是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在这个阿弥山的话呢，就是最这个好的3个菩萨，就是一个是上面，就是中间，就是然后山下就是有3大菩萨呢，就是让这个圆满就是众生的所有的这个这种这个誓愿呐，就是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如果人民币这个足够的话呢，可以朝拜就是阿弥山。